拍开抖音平台，马上就能看到各种趣味生动的底版影片，不管是好笑、感动，或者是知识性的，拢有。也因为影片拢是短，非常适合现代人无闲的生活步骤。现在嘛有愈来愈侪民众开始咧使用台湾手庙天坛为种传统庙宇文化推广，予更侪人了解。自今年5月起，伫抖音平台创立了台湾手庙天坛账号，希望会当吸引更侪少年人亲近庙宇文化。因为这个社群软体呢，目前算是还蛮受欢迎，也蛮受喜爱的一个手机直播的音乐平台。那因为它可以录制差不多3分啊，还是1分钟，或者15分，还是更长的那种影片。那还可以把这些影片或照片呢，这个就是传上去这个平台里面。我们是想说，透过这个平台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那不仅吸引年轻人，我们还可以借由这个平台呢，可以影响到我们周边的一些长辈呀。采访这天，拄好拄到手庙天坛咧翕影片，介绍庙内这座100年不灭的油灯，看到团队为拍摄内容到手势位置，一点仔都无凊彩。一直有油，然后一直这个也不灭，这个也都常亮这样，100年不灭的灯。那我们这个服务员在倒这个油，是因为我们的信众他来拜拜，然后他是不会添油，对，添油剩下一点点，就会放在我们那个旁边的那个小格子里面，然后我们的服务人员就把它倒到这个那个100年不灭的那个油灯里面。平常创作的一些灵感是怎么来的？创作灵感就从我们服务香客的过程，然后想要带给他们不一样的角度或画面的呈现，对，让他了解说，我们为了香客做了些什么，让他们可以达到他们心灵的安定。为开始到现在，只短短2个月的时间，台湾手庙天坛抖音的账号就已经拍了将近50部影片，吸引全部加起来超过数十万的观看人次，成功将庙宇文化推广予更侪网络世代认识。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